园长，跟一个乡镇的学校的校长，带领全体内面甲师生吼来参加这个祭拜活动吼。祭拜上天跟土地公伯啊吼，祈求风调雨顺啊，稻谷会当顺利成长，万当神会收成神来的丰收吼。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好，一拜，再拜，三拜。好，礼成，好，我们食农教育主要是经由这个水稻田的一个耕种，那学校有一个1.3分的一个生态田哈。那我们透过这个生态田，然后配合一个课程设计，好，然后呢，从1到6年级，我们教导小朋友插秧，好，田间管理，还有一个放压尖稻，啊，甚至最后的一个收割，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控窑的这些活动。那透过这样一个纵向1到6的一个连贯，我们培养我们小朋友，结合在地的这个稻米产业来发展学校的特色，因此能够获得许多的一个荣耀，包括商业周刊评选的100大特色小学，还有我们教育部的100特色学校，那也是我们彰化县的教学卓越团队，香甜米全国闻名，每一年来参访的一个学校跟团体非常的多，那我们学校师生也非常的努力。那欢迎大家随时能够来我们香甜国小来参观，那也给我们指导，谢谢。我们香甜国小人数虽然不是很多哈，那包括跟隔壁的育德国小只差4-5分钟，两个呢都是非常小校，都不超过100人，但是都发展成我们地方的特色学校。那特别是香甜国小长期以来对于食农教育非常的用心，所以在暑假期间呢，我们呢也请了香甜国小来帮我们办了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个娱乐营，就是希望把食农的教育能够推广更多的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总共有12所的国小，加上我们这个爱贝家以及我们爱家贝以及我们的这个向日葵学园里面，大概有200的学生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哦。那我们希望同学们透过你们的实作之后，你们呢要更加的敬重我们这些农夫们因为呢真的是这个食物得来不易，那大家要多惜福多珍惜。那今天的课程非常丰富，除了教孩子们什么叫插秧，让他们知道真的是非常辛苦之外，我们呢中午有挂地蛙崩，这个是早期我们的农夫他们吃的挂地蛙崩，然后呢透过这样我们再来跟他们安排让他们能够吃我们的一些米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麻糬啦还有非常多，还教他们怎么样做稻草人啦，很多都跟我们这个稻米有关系的相关的一些课程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收获满满。最主要，我们后续在同学们吃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现在呢，我们溯源大概有50%，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够在这个农业处跟我们教育处合作之下，能够让我们溯源的比例能够到最后的100%。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未来还会再推有机的营养午餐。就是让孩子们吃得更加的健康，也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农夫农民呢，他们呢真的肯回来投入我们的农产让他们有一个销的一个管道，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那在这边还来一定，你来差点几本来，农会总干事让我发表，说总干事。